小朋友開開心心咁度過咗3-4年嘅時間，我心入邊真係好感動。記得佢哋一入學嘅時候仲喊住唔捨得爸爸媽媽，而家個個都充滿自信，大方咁企喺台上面表演，諗起都覺得好開心。亞斯理幼稚園最與眾不同嘅地方就係堅持讓小朋友喺遊戲當中學習，各樣特色嘅活動都係獨一無二㗎，既好玩又有趣。每個小朋友喺呢度都可以無拘無束，盡情發揮自己。亞斯理幼稚園 Super！ 我哋嘅校園有好大嘅操場，仲有花圃。最特別嘅就係我哋有爬蟲館，小朋友可以接觸唔同種類嘅蜥蜴同埋蟒蛇，係咪好想嚟玩呢？喺呢一年同小朋友嘅相處，每一日都充滿開心、豐富多元化嘅特色活動，讓每個小朋友都揾到自己嘅興趣。唔止係學到知識，我哋仲可以俾到孩子獨特嘅成長體驗，讓小朋友們健康快樂咁成長。可以陪伴佢哋度過快樂嘅童年，真係好幸福。亞斯理幼稚園最 super。